生你好，太太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紹自己，我係蘇迪麥慕娜，我今年22歲，我未結婚，我還未高讀，我讀到中三畢業，我有2個兄弟姊妹，我排第2，我喺呢度學。做家務、做清潔、做醫生、做 BB、照顧小朋友等照顧老人家。我都有學洗遮、燙衫、養團器。我識煮、煎蛋、煎煙、煲粥、關燈、煲湯等做菜。先生太太。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要煮肉。學校有教我做嘢之前要洗手。我識講聲氣部分，呢個係手，呢個係手指，呢個係鼻哥，呢個係嘴，呢個係耳仔，呢個係眼。我識數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先生太太，我識唱歌。太陽爸爸，太陽爸爸，你喺邊？你喺邊？快啲快啲出嚟，快啲快啲出嚟，好好笑，好好笑。先生太太，我要喺香港勤力做嘢，因為我要揾錢俾屋企人。我要先勤力、聽話、當老實。仲滿2年嘅合約。學生先生，多謝太太，我哋喺香港見啦，拜拜。